台南一位48岁王小姐，平常时骹手会冷冷，每一到生理期，拢会感觉到腰酸、巴肚痛、甲头晕，严重时甚至搁请假休困。为了改善身体状况，所以每到冬天，拢会食大量的姜母鸭，或者是麻油鸡来补身体。但无补无代志，颠倒是补了以后，腰酸、巴肚痛、甲头晕等状况是愈来愈严重。奇美医学中心中医部总医师许静佳表示，体质属于较燥热、痰浊、瘀阻体质等，拢无适合食大补、大力，或者是大寒等食材。生理期来之前呢，有3种体质的人是不适合进行直接的一个进补的。这3种体质包含了我们说的燥热、痰浊还有瘀阻这3种体质。那燥热体质的患者平常会容易出现一些类似失眠、口干、怕热、容易长痘痘这样的一个状况。另外，他的生活习惯里面可能也会提到说他辣的东西吃比较多。那在这一类型的患者身上呢，我们常常会建议在饮食的部分可以喝一些桂花莲藕茶这种比较平性、稍微带一点点凉性这样的一个茶饮来去做饮用。那痰浊体质的患者呢，平常我们比较常看到类似肥胖，然后或者是身上会有容易长一些脂肪瘤啊等等的这种囊肿体质。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就是他常常会有一些身重，然后觉得好像人没有什么力气，排便的时候会有一些软黏。那女生的话可能会白带分泌物比较多一点点。那在生活习惯的部分呢，可能会常常看到她很喜欢吃冰的东西，或者是一些烤炸辣这种我们所谓的肥甘厚味。那在这一类型体质的患者身上呢，我们会建议可以服用一些除湿茶，例如有荷叶、藿香，然后还有包含山楂等等的一些药材来去组合成的一个茶饮，来做一个湿气的排除。第3种瘀阻体质的患者，其实常见就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，很多都会有这种瘀阻的这种现象存在。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等等疾病的患者，就要特别注意。那另外，女生容易有的一些子宫肌瘤，或者是子宫内膜异位，或者是有些患者在月经来的时候，她血块会比较多，一般我们会说比10块钱的硬币还要再大一些的话，那就要特别小心，可能是属于瘀阻体质的。这3种体质的患者呢，如果做了比较强的一个进补的时候，比较容易出现，以女生的话，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子宫异常的一些收缩，或者是有一些经血量会有突然变多或变少，或者有一些腹痛的状况。以王小姐案例，柯医师使用了通瘀化痰合并的温补处方，配合饮食卫教，经过调理后，王小姐的症状终于得到缓解。最近的生理期也比较较袂腰酸、巴肚痛、甲头晕，骹手也袂冷冷啊，这时也恢复正常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